普当选总统，台湾甲美国的关系是毋是会起变化呢？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早起到立法院做报告，讲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相对稳定，伫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袂有上大变化。另外，总统赖清德铺文恭喜着川普当选总统，川普团队的核心人物。欧布莱恩是来转赖总统的文章，讲这对美国甲合作的伙伴来讲是一个美好的暗暝。总统赖清德昨伫社交媒体祝贺川普胜选，而且强调对台美之间长期以来伙伴关系有信心，双方经济会更加兴旺。赖清德文章一日出来，随着和川普团队核心的重要代神。也就是外国媒体点名国务卿的人选之一欧布莱恩转发，除了感谢赖清德的祝福，嘛讲对合作的伙伴来讲，这是一个真美好的暗暝。美国大选结束，昨日例行性国安高层会议，嘛针对这件代志进行报告。在国际上，各国最新的舆情回应，还有选情的状况，总统在第一时间也都听我们的国安团队对他进行了相关的报告。美国总统的大选牵连到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川普在竞选期间，嘛讲过台湾偷走美国晶片胜利，甚至爱台湾来保护恢复美国。这敢是代表咱国未来将会增加国防预算呢？台湾为了自己的国防安全都一直有付费啊，我们都有编预算。这个所谓保护费这种讲法是后来媒体把它可能简略或可能有一点误导啦。台海的安全就是台湾自己啊。我们要尽一份责任。美国的对台政策跟对中政策其实是相对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说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里面，不至于有太大的变化。美国总统大选了后，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到国际局势，未来发展各界密切关注。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